其實我哋都會面對好多嘅困難，無論喺睇醫生啊，或者係銀行一啲嘅簡單查詢，因為揾唔到即時嘅手語翻譯啦，而健聽人士一般咧都會用紙筆同我哋溝通，對方又未必識手語，咁所以甚至連報案我哋都有好多限制，令我哋咧好難有效咁去表達。日常一般人遇到嘅生活問題咧，聾人都會係好困難，但係好難展示到出嚟嘅困難。無論係睇醫生啊、就業啊、普通到小巴落車、搭的士去邊度，或者係買嘢，我哋日常普通嘅嘢都已經佢都遇到一啲困難。更何況話遇一啲緊急需要支援同埋幫助嗰啲咧，仲更加之係最大嘅困擾啦。社會上有聽障人士啦，亦都有一啲淨係識得講中國方言嘅人士。咁佢哋咧去尋求警方協助嘅時候咧，出現一定嘅困難。佢哋係需要安排一啲翻譯嘅服務。咁呢啲往往咧需要等待一段長嘅時間。馬姑娘你好啊，我衝鋒隊同事嚟㗎，我想揾你幫手做視像手語翻譯。咁我側邊呢位先生用手語㗎，咁麻煩幫我做一個翻譯啊，唔該你。係啊係啊。好，唔該晒。佢話有個陌生人喺條街度突然間衝埋嚟襲擊佢喎，所以就揾咗警察幫手。好，明白。可唔可以問問幾點鐘喺邊棟樓附近？唔該。佢話11:50左右喎，10分鐘前。哦，明白。咁你同佢講，我哋警察會同一齊附近咧做一個掃蕩，我哋揾一揾睇，我揾翻呢個途人，咁咪揾到佢之後做個調查。唔該晒。咁或者如果佢嗰件事好緊急嘅，可能或者係啲騙案需要落口供嘅，或者係啲刑事案件要落口供嘅，咁我哋手語翻譯員會安慰佢啦，叫佢叫佢稍等啦，盡快會有手語翻譯員嚟啦，咁會變咗一個協調嘅工作啦。佢都知道有手語翻譯員嚟緊，到聾人會有放心一啲咯。東九龍總區喺2025年1月推出咗關媒計劃 Project I Care， 當中 I 係 Integrated 綜合嘅意思，而 Care 就係關心關愛嘅意思。關媒計劃係一個建基於以民為本、主動關懷嘅服務理念，旨在聯同社會上嘅社福機構咧去服務一啲弱勢社群，當中包括聽障人士，只會講一啲中國方言嘅人士，包括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另外就係一啲高危嘅青少年啦，同埋有福利需要嘅長者，為佢哋提供一啲即時嘅支援服務。透過一啲科技啦，用一個即時嘅視像翻譯嘅服務啦，又或者我哋設計咗一個電子嘅轉介嘅表格，咁令到一啲老人家同埋青少年咧，可以透過呢個手機上面一個電子嘅轉介嘅表格咧。甚至乎用佢手指咧喺手機上面簽名咧，就表示同意轉介咧，就可以加快咗轉介個流程。關媒計劃喺2025年1月推出至今，去到今年嘅3月份，我哋嘅轉介嘅數字咧非常之成功。長者方面有303單，青少年有208單，而手語嘅翻譯咧，我哋做咗17單。方言嘅翻譯有4單，咁呢啲數字咧，正正反映咗我哋同事咧願意行多步，去提供一啲有溫度嘅警察服務啦。另外亦都反映翻咧呢個計劃係切合翻實際嘅需要。咁喺呢度咧，好想特別多謝參與嘅機構，包括聾人嘅機構、聾耳啦、聾人福利促進會啦，同埋聯青聾人中心。另外中親會方面咧，就包括九龍東潮人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同埋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另外就係香港遊樂場協會啦，同埋社會福利署。關媒計劃獲得廣泛嘅支持同埋回應，社會上面普遍都認同關媒計劃嘅實際成效，亦都回應咗一啲弱勢社群嘅需要。喺2025年呢個計劃仲喺香港賽馬會靈活城市全城長者友善計劃中獲得友善人情大獎。歡迎其他如果覺得社福機構係想加入呢個平台，而令到我哋警察同佢可以有一個合作，將佢哋嘅服務推廣出去咧，係最好嘅，亦都係我嘅願景嚟。